係啦，喺度咧，多謝晒你哋啦！即係我唔係第一次攞主持嘅獎項，但係每一次攞呢，我都會話俾自己聽一樣嘢，就係原來我哋係要經歷時代，因為我諗大家睇我由好細個睇到而家，每5年或者每10年，如果我攞到獎項嘅話呢，我就話俾自己聽，個時代同埋洪流冇沖走咗我。OK， 即係我依然可以繼續企喺呢一度，所以每一個獎項對我嚟講係一個里程碑嚟嘅。OK， 所以多謝晒 A-Face Hong Kong 頒呢個獎俾我，多謝社長雍呵，咁啊多謝評審，係你哋每一個人投票話俾我聽，我依然有存在價值喺娛樂圈。多謝，我成日覺得不停進步，不停俾新鮮感一啲嘅觀眾，呢個緊要。唔好用一個方法去做到尾啦 ，OK？ 所以每一次我嘅電視節目都會俾一啲意外驚喜大家，OK？係。